讲在地前，台中雾峰农会为着要来提升到邻近的经济价值，甲丰工科技大学产学合作，来开发到邻近的加工品，有邻近棒、邻近花茶，也有世界第一杯用这个邻近花来调制气泡饮料。 香槟杯天黄色的饮料，这是全世界首创的零饮花气泡饮料。雾峰农会甲科技大学合作开发零饮的新产品，创造农友的收入，嘛甲市场推广雾峰在地高品质的零饮。 那这个香气呢，有花香、有蜜香、有龙眼香。整个加工品的收购过程中，其实就会用比较高的价格去跟农民收购。零饮罐一向都是欧式胖的配料之一。 研究团队佫特别甲改良，调整零饮罐的制定或者芳气，配合胖，同时会变较嫩嘞。台湾的老人家也比较多，那软式欧包也是可以给这个老人家吃的。这摆有推出零饮酒，以及有安眠定时的零饮花茶，拢是市面上头一摆推出的产品。透过新产品的开发，会使增加农产的经济价值，卖当互消费者伫大出以外时间享受到雾峰零景的好滋味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